帥哥女神配葉倩文同埋曾展望，自從喺無線戀綜節目《女神配對計劃》入邊配對成功之後，兩個人至今交往咗大約3個月，感情持續升溫。近日頻頻以情侶檔揾真銀，而且身價已經比之前幾級跳，名副其實今時唔同往日。日前傍晚時分 ，Sophie 同埋 GM 暫時放低繁忙嘅日程，被發現低調現身佐敦一間會所網球場猜波仔。雖然有第三者教練在場，兩個人依然忍唔住親昵互動。一部手機兩份睇，一支水兩份飲，明顯已經進入忘我境界。GM 望住女友 Sophie 眼神冧爆，仲頻頻用手拍一拍對方頭頂，一臉溫柔溺愛，又主動拎起蚊怕水幫女友驅蚊。Sophie 就拎出紙巾貼心幫 GM 抹汗，行動證明兩個人完全沉醉愛河。大約1個鐘頭網球課程完咗之後，突然出現一班中年追星族。滿面笑容嘅 Sophie 同埋 GM 見到之後，即刻上前同眾人傾偈，同埋分批合照，親和力十足。之後兩個人拍拖，收拾球場上四散嘅網球，執好晒嘢之後就一齊走，揸車去尖沙咀方向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事後我哋就同 Sophie 取得聯絡，佢就大方回應，因為雙方嘅媽咪都分別北上，所以就約 GM 打波同埋食晚飯。對於盛傳目前吸金力驚人， Sophie 就承認經濟狀況的確好過以前，仲話有啲工作唔知道酬勞，只會同經理人講接咗先算，要把握每個機會。